唐彪，跟兄弟说收拾东西，咱们撤。是。你们几个把鬼燕尸体拖下去喂鱼。是不是你？啊！走！给我开枪！黄龙，抓住他！中场。
刘少，我们还追吗？有一个小小人，有着一把小小枪，子弹里有千，在小细胞闪着像微笑一样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那个最恨你的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10个小兵人，少了3个，他们在星期三离开。7个小兵人没有星期三。星期1出生的孩子相貌很不错，星期2出生的孩子充满喜乐，星期3出生的孩子有较多忧伤。他们是想让我想起过去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苏梅就会有危险。我只有牺牲你，才能救苏梅。这个双毛痕我曾经看过。在电脑上用繁体输入法，应该可以找到这2个字。寻找。他们是在公猫玩游戏的。
有时候觉得这样的日子挺好的，但是回头想想，总是怕自己会无聊哎。矛盾是好事啊，矛盾说明你还活着。哎，总爱说道理应该是梁教授的风格吧？给，谢谢。吃点东西吧，甜品能愉悦心情。那华丽丽杀的时候跟你。哎，怎么了？这谁？快开门啊！这谁？给我开！你还是在我后边。一旦和那边人碰头，我会发信号给你，到时候你们冲进来救人就好。没抢完银行，他们是不会做掉的。放心我吧。哈喽，哈喽。还有事吗？没事。这水仙花可算是开花了，这是新生的意思吗？它的花语从来不是为了新生，而是为了爱情，不计回报的牺牲。哎，苏梅，这儿呢，在这儿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是特案组办公室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
回忆冷漠，随风旋转，寂寞陌生诱惑。暗黑的陌生，在此刻的空间，黎明前的你，旋转在脑海，散落回忆，冷漠。随风旋转，寂寞陌生。